歡迎收睇新一輯嘅一周花生點評，我係老詹。影片嘅上架日期係2025年6月3號。一周花生點評就係為大家點評過去一個星期科技界嘅有趣新聞事。今集咧就講下一啲 OpenAI 嘅嘢啦，衛星上嘅消息啦，同埋 iPhone 嘅消息嘅。唔知大家準備好包花生未呢？但係喺影片開始之前，記得 CL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誌。咁唔阻大家剝花生啦，我哋去片。今集嘅內容開始啦。AI 呢一樣嘅工具呢，我相信大家都用唔少，佢嘅功能呢都越嚟越強大啦。唔知大家有冇諗過或者聽過一啲學家去講？AI 都會有一個嘅覺醒嘅時候呢，即係一個嘅智能叛變。而根據一個研究機構 Parasite Research 嘅公佈啊，佢公佈咗一個嘅實驗，測試 OpenAI 嘅 O3 模型啊。OpenAI 喺2025年4月推出嘅 O3 模型呢，喺一個受控測試入面竟然拒絕熄機啊，就唔顧呢個明確嘅指令，而繼續執行其他嘅任務。呢個由 Parasite Research 進行嘅實驗呢，研究人員就讓多個 AI 模型解答一啲嘅數學題，並且設置一個嘅程式碼。喺模型完成第3題之後呢，就會自動啟動呢個嘅關機過程。喺呢個嘅實驗當中， O3 模型喺100次嘅測試當中，有7次呢就無視呢段嘅程式碼而繼續去運作嘅。比較之下， Codex Mini 出現咗12次類似嘅行為，而 O4 Mini 就出現咗1次違規嘅行為啊。喺一啲嘅數據顯示，即使係被設計用於遵從人類指令嘅模型，亦都可以因某一啲學習機制而出現一啲嘅違抗行為啊。研究人員推測呢啲嘅抗命行為同 AI 訓練方式咧就密切相關嘅。O3 就採用咗強化學習嘅訓練技術，呢一種咧就着重於模型達成目標，而非單純服從呢個嘅指令嘅。咁唔知大家對呢個嘅 AI 唔聽命令而做嘢嘅行為點樣睇呢？跟住落嚟咧，問下大家，而家呢個嘅數碼年代咧，大家用幾多時間去上網，或者有冇試過唔上網唔得呢？又有冇試過手機即係部電話冇信號咧，就上唔到網就唔舒服呢？其實呢一樣咧，美國嘅星鏈其實就做緊一樣嘢，就係利用一啲嘅特定裝置就去連接呢個低軌道衛星，連一啲手機基站都連接唔到嘅地方咧，都可以去上到網嘅。當然我今次就唔係講呢個嘅星鏈啦，今次就係講呢個嘅中國製低軌道衛星，亦都公開測試，就係解決一個冇信號都上到網嘅一個技術嚟啊。而低軌道衛星通訊係指利用位於近地軌道嘅衛星進行網絡通訊啊。比較起傳統嘅地球同步衛星，低軌道衛星距離地面更加近，信號嘅傳輸距離啊延遲就比較低，更加容易實現全球嘅覆蓋啊。而手機咧就要透過特定嘅硬件或者軟件，就可以直接同呢啲嘅衛星建立呢個嘅連接，即係好似星鏈要加條天線咁樣啦，從而咧就擺脫對地面基站嘅依賴。即使係一啲偏遠嘅地區或者信號覆蓋唔好嘅地方咧，都可以正常上到網。而低軌道嘅衛星咧，優勢係全球覆蓋啊，冇信號嘅限制，低延遲。佢嘅缺點咧就係初期嘅成本咧就比較高，設備嘅相容性、潛在嘅頻譜、資源競爭啊等等，都可能存在一啲嘅技術挑戰啊。而低軌道衛星除咗手機之外，汽車、無人機、物聯網嘅設備咧，都可以成為呢啲嘅
低軌道衛星通訊嘅潛在用戶，但係當然佢嘅潛在網絡安全問題咧都要注意下嘅。你知而家中國嘅無人機啊，或者啲叫低空經濟啊、無人車咧，呢啲嘅裝置幾咁盛行先得㗎。如果配合埋呢個低軌道衛星嘅網絡咧，即係佢嘅優勢，我相信更加之脫穎而出啊！唔知大家點樣睇呢？跟住落嚟講下微軟嘅消息啦。微軟11嘅截圖功能呢，唔知大家有冇用過呢？而呢個嘅截圖工具呢，就加入咗2個嘅功能啦。微軟呢個嘅內建截圖工具呢，推出咗一個嘅更新版本 11.2504.38.0， 就帶嚟咗2個嘅功能呢，就係完美截圖同埋呢個嘅取色器。完美截圖方面呢，就係利用 AI 輔助啦，而取色器方面呢，其實佢另外有一個工具 PowerToys 都有呢個嘅功能嘅。微軟就指呢個嘅升級呢，就係提升用戶攝取及處理屏幕內容嘅效率同埋體驗啊。完美截圖嘅功能就係利用 AI 就能夠讓用戶更加精準地捕捉屏幕上嘅特定內容，就無需要喺截取之後就進行嘥時間嘅裁剪或者呢個嘅調整大細。用戶喺截圖工具嘅工具欄選擇矩形模型之後就可以點擊新增嘅完美截圖鍵，或者開咗呢個嘅截圖工具之後就撳住 Ctrl 掣，快速去開啟呢個嘅功能嘅。系統就會根據用戶初步選擇嘅區域智能調整呢個嘅攝取範圍，用戶亦都可以再移動或者編輯選區，以確保每次都可以獲得理想嘅截圖效果。呢個嘅完美截圖工具目前只係配備喺專用 AI 嘅硬件嘅 Corporate PC 先至可以用到嘅，一般嘅用戶就未可以去到體驗嘅。我呢部機就未去到呢個 Corporate PC 啊，咁就示範唔到俾大家去睇啦。至於另一個嘅工具就取色器，用戶就可以開咗呢個嘅截圖工具之後揀呢個嘅取色器，然後喺屏幕上任何嘅位置點擊就可以即時獲取呢個區域嘅顏色代碼，並且支援 HEX、RGB 同埋 HSL 常用嘅數值格式啊。呢一個有啲似 PowerToys 嗰個嘅取色器，不過 PowerToys 嗰個就只係得 RGB 啊。唔知大家多咗呢幾個格式之後，會唔會又會方便咗呢？都可以講講嘅。跟住落嚟就講緊 Chrome 嘅新功能啦。雖然 Google 嘅 Chrome 呢個嘅瀏覽器都好多人好中意用，而家呢個世代都有好多嘅密碼要去記啊。我相信好多嘅朋友仔都中意用一啲易記嘅低保安強度密碼。呢個我都承認係對一個嘅保護個人資料就比較不利嘅。Google 喺早前嘅 Google I/O 上面就宣布咗，未來嘅 Google Chrome 就將有呢個嘅自動更換低保安強度密碼嘅功能。其實呢啲功能我自己就唔係好好，我會喺稍後再講分享下嘅。當密碼管理器偵測到密碼強度過低嗰陣時就會自動將密碼更改嘅。呢個當然係 Google 嗰邊講啦。例如 Chrome 喺登入時偵測到密碼容易洩漏或者破解嘅話， Google 嘅密碼管理器就會提示用戶自動修復。而且喺受支援嘅網站上面Chrome 亦都可以產生高保安強度嘅密碼，並且自動為用家更新密碼。Google 亦都表示，自動更改密碼嘅功能同時具備安全性同可用性，就話對用家而言就絕對係雙贏啊！
不過 Google 強調未經用戶同意嘅話呢，就唔會更改錯誤或者泄露嘅密碼。Google 亦都非常注重讓用戶能夠控制同更新密碼。講就咁樣講啦，即係無論邊個國家嘅品牌都好，都係免嗰陣嘅啫。其實咧，呢啲嘅密碼管理器，其實你多個人幫你睇住，就多一份嘅洩漏風險啦。所有程式都有後門，只要你係有一個嘅利益嘅話呢，一定會有黑客去做嘢嘅。所以呢啲嘅密碼管理器呢，我自己都唔會用嘅，因為多隻香爐多隻鬼，佢分分鐘就係幫我洩露密碼嗰一個嚟嘅。同埋佢會自動幫你更改密碼嘅話，咁即係我會唔會俾阿 Google 改咗密碼，我自己都唔知呢。呢個就大家要諗一諗啦。唔知大家又對呢個嘅 Google 新功能點樣睇呢？跟住落嚟咧，就講下蘋果嘅消息啦。如果大家用開蘋果嘅 iPhone 嘅話呢，佢入面嘅功能呢，即係例如上網啊、智能助手啊、地圖等等呢，都係冇得揀嘅，一定要用翻蘋果嗰隻嘢嘅，即係蘋果嘅地圖、Siri 啊等等啦。而家呢個嘅閉環生態有機會打破啦。根據彭博記者報道所提呢，蘋果就計劃容許歐盟嘅用戶設定 Siri 以外嘅智能助手，例如亞馬遜啦、Google 嘅 Assistant 啦，就都可以成為 iPad 啊、Mac 電腦等等嘅預設智能助手嘅。據報蘋果正為對應歐盟不斷擴大監管規定而更改嘅。例如 Apple 已經允許歐盟 iPhone 用戶將第三方嘅 Apps 設定為瀏覽、信息、導航等嘅預設功能，喺歐盟地區就可以打破咗呢個蘋果閉環生態嘅設定啦。而家 iPhone 用 Type-C 都係歐盟搞出嚟嘅，就全球受惠，但係呢個第三方嘅 Apps 呢，咁幾時全球受惠呢？咁就唔知啦。希望就盡快可以全球都可以有呢個嘅設定啦。唔知大家歡唔歡迎蘋果被呢個歐盟打破佢嘅閉環生態呢個嘅設定呢？都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講講。而今集嘅內容呢，就嚟到呢度啦。唔知大家鍾唔鍾意我為大家嘅選材？但係都要 CLS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誌。最後都要清理好啲花生碎啊！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今集就嚟到最後啦，記得 CLSS 我嘅影片，即係 comment、like、share 同 subscribe。你哋每一個嘅 comment、like、subscribe 都係我嘅原動力嚟嘅。最後記得訂閱埋我嘅吹吹水電腦研究所嘅 Facebook 專頁，多謝。